镜周刊报道，既然委屈，为何不离职？我如果离开那个职位，一来我这年纪找工作不容易，二来人家觉得我无法胜任。我想到这句话就要撑下去，撑到65岁退休，正大光明走人。这一撑就是23年，委屈二字像开关一样转开了他的泪水。他哭泣时，耳垂上闪耀欲滴的水钻也跟着颤抖。我钱不够分配，要花钱贴公司做很多事，孩子的学费跟哈佛一样贵，10几张信用卡刷爆了，400多万元。我65岁离开这里时，贷款期限也刚好到期，剩180万要一笔付清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陆丽玲继续哭着说，我这一生最难过的就是这个有财力的老板不帮我，他口中见死不救的人，就是当年聘雇他的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。这种无助的感觉，也让他想起了父亲。她出生台北的中产家庭，是家中长女，有2个弟弟。父母都是上海人，爸爸曾办过杂志《中西画刊》，妈妈负责家管。少女时期的她梦想成为艺人，报纸常有明星的漂亮照片，我会剪下来收集。但他读淡江大学中文系大一时，父亲遭逢财务困难，要他去舞厅上班，要陪客人跳舞。上班钱不多，但可以收客人红包。我知道很多事都要长女牺牲，但舞厅不适合我，离家出走也不负责任。为转移父亲注意力，她参加毛衣公主选拔赛和时装模特儿训练班，踏入演艺圈。陆丽玲很快成为全方位艺人，美梦即将成真。但她说担心自己迷失在虚华的环境里，又为了稳定支援家计，决定投考高薪的空服员，主动中断短1年的演艺生涯。2000年，她出书披露差点做舞女的往事。父亲看到后打电话问他：“你出书花多少钱？”以为他出书是为求名。我说是出版社主动帮我出书，想帮助有类似遭遇的女人走出一条路。说完我就哭了。眼前的他也哭着说：“我爸说他是叫我卖笑不卖身。”我才知道很多人的价值观不太透彻。他迅速收起眼泪，自我诠释说：“上海人有2种，一种脚踏实地，是我；一种是很虚华的，是他。”我只能这样讲。延伸阅读。